由5月20日开始，宝茶是推出6加1番4满6笼点心集，免费1笼鲍鱼烧麦。端午节点心大师我中意你，包生果蒸粽。有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粽子叫做果蒸粽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我又来到了 Granville， 然后呢今天呢我看到一些比較驚訝嘅東西。早晨啊，我見翻面啦，今日你做緊乜嘢啊？哇，乜鬼嘢嚟嘅？好多種啊，好多果蒸粽啊！呢、個就係由明師傅精心製作嘅鮑魚海參果蒸粽，係果蒸粽嘅勞斯萊斯。咩係果蒸粽啊？果蒸粽係香港人做嘅肇慶粽，粽有3種嘅，就有果蒸粽、鹹肉粽同埋鹼水粽。咁今次明哥製作嘅咧就係最高級嘅果蒸粽。哇！每一個粽都係足夠份量嘅，好重嘅一個粽啊！哇，好多食材喎，呢就係嗰個粽入邊嗰啲食材啊？係啦，阿蘇早晨啊，阿蘇，早晨果蒸粽就係一個粽嘅勞斯萊斯，主要入邊有9種唔同嘅食材嘅。我哋嘅果蒸粽啦，就由海參啦、鮑魚啦、瑤柱啦、鴨肉啦、火鴨嚟嘅呢個係，跟住然後仲有栗子啦、鹹蛋黃啦、蝦米啦、冬菇啦，同埋五花肉組成嘅一個蛋。個黃色嘅咩嚟㗎？綠豆啊？腩肉、海參、鴨、鮑魚。啊！你睇咁多料嘅，係傳統糯米雞嘅升級版，端午節專用嘅果蒸粽啦。你睇幾多材料？有荷葉喺個底度啦，荷葉嘅香味啦，有竹葉嘅香味啦，襯托咗一個糯米綠豆啦。你睇啲料，由鹹蛋黃，而家由師傅開始做一隻俾你睇啦。明哥嚟，最精勁嘅明哥。首先係鮑魚啦，我而家批拼盤海參啦、瑤柱啦、蝦米啦、花菇啦，全部擺晒喺度。綠豆啦，之後就將佢包紮。呢個咁大粒，我未咁大喎。我中意你啊嘛！這粽子真的是好大呀！哦，來剪刀剪一剪。今年第一個粽啊！哇，第一個粽我真的是好幸運哦。好的。明哥包嘅第一個粽。其實明哥呢，在點心界呢已經好多年了，他已經40多年的點心師傅，是我們悉尼點心呢老前輩啦。對，老前輩。你看，哇，這個有3款，對不對？我今天吃的是什麼呀？今日食嘅係果蒸粽 Rose Roy 鮑魚的，裡面有鮑魚有海參的，對不對？哦，很漂亮，好漂亮啊！哎，海參看到了，海參看到了。蝦米、瑤柱。哦，鮑魚在哪裡？在這裡，在這裡，在這裡，這裡，這裡！看 close！ Oh my God，this is the abalone，鮑魚找到了。好，選寶。選寶，這個海參，哇，這海參，哇，試下，味道很全哦。現在這怎麼賣？而家係20蚊8毫子，飲茶嘅時候會有9折，滿100蚊可以免費送貨，提早2日就可以啦。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話呢，記得在評論區裡看啦。呢個鮑魚個顏色做咩咁深嘅？係啦，阿蘇啊，呢個鮑魚燒賣係用乾鮑做出嚟，自己咧煲咗3日之後，再用鮑汁煨翻落去咧，所以個顏色係特別深噶。很彈牙，很入味，鮑魚味道非常棒。如果再大個一點更好。乾鮑就乾鮑，不一樣的味道。我的朋友，呢個乾鮑，個乾鮑真係好香。嗰個燒賣咧又夠大粒，我真係抵啊！係啊，記得來薅這個羊毛啦！免費的鮑魚燒麥，也別忘了吃這個我中意你馬鈴粽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